观众朋友，早早，欢迎收看5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丁雅纯。新闻头期先来关心到立法院南北党团推杀反废死的公投。中选会是认为这反废死的公投无符合公民投票法的规定，所以暂时决议把这个公投否决掉。国民党这边就批评这是封杀民意，是民主的杀手。因为民进党这边是讲，只要公投的项目有合法，当然得使来举办。赞成54人，反对48人，赞成者多数。国民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。5月16日，南北用人数优势伫立法院顺利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反废死公投。第三中选会开临时委员会决议，因为无符合公民投票法规定，无法度办理。审议结果认为，它非属公民投票法第2条第2项第3款所指的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，并不符合公民投票法第15条第2项的规定，本会爱难办理。针对反废死公投被否决，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批评中选会伫八项民意之上没收公投，民进党就是要推动废除死刑。中选会封杀反废死公投，再一次证明民进党执政就是要推动废死，违背民意，让受害人正义没有办法伸张。我们在此仍然是强烈的谴责中选会没收公投，也打脸了赖清德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批评民进党三大主张，带到废除核电是台湾民主的杀手。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回应中选会是独立行使职权，合法就应放行。另外，中期核三公投案，中选会是认定是针对重大政策的创制法官确定成限，投票日确定在8月23。公民投票案所需的一个经费来讲，以往每案单独一案所需经费约莫是9.2亿，那今年呢，这个所需的一个经费约莫是在11亿。基本上，这也是一个对着空气挥拳的一个公投啦，也代表了国民党真的是为了大罢免，害怕大罢免，可以说是国民党绞尽脑汁啦。中选会预估这摆核三中期公投爱开11亿，立会罢免案平均一案是2000万。因为公投是不是应放罢免？中选会表示，有缘看各罢免案宣告成案了后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昨下晡2点外，伫咧台北市重庆南路甲武昌街路口，有一台轿车是冲过红灯，佮弄着过路人、公车、轿车甲奥多麦，造成8个人受伤，全部拢总送病院去治疗。对画面内底，咱会当看到这路口已经变红灯了后，过大约8秒钟，煞阁有一台车冲过路口去弄着过路人，佮对公车、轿车、奥多麦弄落去，拢总有8个人受伤。警方初步调查，这个驾驶这个78岁查甫人虽然无食酒，不过伊算是无驾照伫咧赛车，到底是安怎失控出车祸，抑阁爱继续调查。继续来看到，同款是伫咧。这是伫咧高雄，同款是有一位78岁查甫人，伊是赛车甲计程车相撞了后，佮弄入去人客厝，造成一个人受伤。这个驾驶是无食酒，不过警方也搁咧调查这事件的原因。也因为这最近侪伙人赛车出车祸的议题引起各界讨论。高雄市府即马是推出抽奖的办法，要鼓励满75岁以上这老大人去甲驾照注销。监视器画面翕到57岁姓曾的运将驶计程车来到路口，准备要正决。不过78岁姓张的查甫人驶的黑色轿车，就安尼直弄过来。相撞了后，这台黑色的车唔但无动落来，佮弄入去边仔的人家厝，造成73岁姓白查甫人刺伤。警方讲，两台车驾驶拢无受伤，嘛无食酒。意外发生的原因，佮需要厘清。其中计程车运将表示，黑车驾驶可能是甲油门当作动啊打。进去以后。还在踩油门，赶快叫他停熄火。来到这边，他看到车子的时候，我的明显的那个感觉，说他自己惊吓了，然后就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
细场的驾驶家属表示，伊无高血压嘛无忧闲，驾照嘛是拄换无偌久，平常时赛车拢正常，这摆可能是因为常常看到车紧张，维护环境才会弄起哩。这几天因为三劫的事件，也有侪伙人讲有适合赛车的基地引起关注。高雄市交通局即摆推出缴销驾照换抽奖的活动，鼓励75岁以上的时代将驾照缴销，出门换坐大众交通工具。交通局表示，民众只要把这张主管注销的册计写好，甲驾照做回寄去监理所，完成注销定时，就会当参加抽奖。即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，年满75岁以上长者，只要完成驾照缴回，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卡，还有机会抽中价值新台币1600元的最大奖——台湾铁路周游券 TR Pass 5日票。交通局表示，人若有血、目睭健康，拢会退化，环境嘛变慢，这拢会影响到赛车的判断。因望透过抽奖活动，会当提升侪伙人缴销驾照的意愿。记者柯家祖、邱兆阳、高雄场报道。伫咧花莲的新城甲秀林这个所在，昨日半暝啊，雄雄是失电几啊解。虽然是伫暗时，毋过民众就怨叹讲，因失电无冷气通好唱，实在是热甲困袂起。台电就表示讲，这是因为北部变电所一个保护措施出现过样，但又是去影响到9500户。伫咧40分钟后，就陆续有恢复送电。另外，伫咧台中沙鹿，台电是最近公告伫咧5月30，也就是5日节连假头一天，要来停电时间，这是引起民众反弹，台电嘛赶紧来暂停。虽然日时啊电力慢慢正常，毋过花莲秀林的民众讲到透早都已经停电，也是真不满。我就是看电视啊，过完了困去，困去，太无人无电了。连续大概3次，很热哦。因为你现在睡觉不开冷气，睡得着吗？23分钟的时阵，花莲新城秀林这块咧发生停电，有民众表示，差不多1点钟来就发生3解，大概差不多15分。台电记报了后，赶紧派员去查收，发现是台电北部变电所内有一个电力保护设备常常发生故障，造成停电，估计有9538户受到影响，也伫40分钟后搁再供电。同仁知道以后就赶快做电力调度哦，那在0点59分哦，停电44分钟哦，就复电了啦。伫台中沙鹿北市东路这块咧，有台电大计划性工作停电公告，130早起8点半要停电8点半钟。不过迄天是5日节连假的头一天，当地民众不满的声音真多。因为节日的话，大家生意会比较好一点嘛。如果停电的话，当然造成店家的不方便啊。像冰箱的话，你其实不要开。不要常开，基本上就还好。民众嘛表示，台电5月底有真侪计划性工作爱停电，这个是趁维修的名义伫限电。台电嘛出来赔回，讲这是因应当地用户新增加用电，也有设备老旧，需要换新设备的工程。纯粹就是平常的工作性、计划性的工作停电，绝对不是网络上所谣传的限电、电源不足的限电。台电表示，当地是辖区甲商业区，所以安排伫连假期间进行。不过考虑引起民众的不方便，所以目前把这个工程取消，另外选日子来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核三厂2号机伫咧5月17除役停止运转了后，台湾进入非核家园。不过，即马台电就防质疑讲，敢是因为安尼才会欠电来启动兴达电厂的乡土团机组。台电强调，这是因为几台发电机组跳机，并过暗时的备转容量无够，才会临时来启用兴达电厂。一切都是合法合规定，操作的许可电源嘛等咧申请当中。不过，高雄市的环保局是强调讲，因无核发电源的许可，要求乡土团机组爱读一个立场嘛无改变。不是用1天2天的用煤来评价，用几天整个系统的震荡来否定过去几年来台电的努力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不公平。替台电公司叫困，台电董事长陈文生一直强调，兴达电厂3号甲4号桥头团机组启用一切合法合规。1、2号机已经除役，3号机是在今年2025年12月除役，4号机是在明年2026年的12月除役。
特定强调，刑达电信连续3天运转，主要是南口1号机、大潭1号机、甲明阳和平1号机，拢出现跳机状况。好登记有个夜间备转用量比8%较低才开机。也强调，目前刑达2机组发电时间比规定的720点钟较少。根据了解，台电5月2日暗时通知，有个23系统夜间风备转率比8%较低。刑达电信34号机组延长运转到23。另外，刑达的操作许可电源也已经2摆送环保局审核当中。发电的污染永远是要高雄人来承担，这我们是不同意的哦哈。那么针对已经运转40年的老旧燃煤机组呢，持续的发电呢，高雄市政府呢应该立即呢撤销新打的操作许可，优先保全我们高雄市全民的健康。高雄市环保局是强调，加23早起10点，刑达电信3号机组已经使用109点钟，4号机组使用156点钟。2021年之过，已经明确要求台电公司规划2部机组，拢爱伫2025年度役，要求如期度役的立场无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？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，先来看自由时报。屏东进前有人发现到有煤灰炉啊去互开成单死，当地居民讲这是枪在有人在偷拍蜡挂落啊夹去卖。环管组表示讲，偷拍蜡已经违反到国家公园法甲动保法，上当会当罚200万，若非法提枪的，上当是会当关10档。因也搁甲警方来加强巡查。再来看联合报，美国关税政策去引发全球的股市波动，即马咱金管会是对4月初10开始实施限空令，互股市会当稳定。那对后礼拜开始，这限空令就会退场。落尾是中国时报，华府智库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指出，若是台海爆发冲突，有4座国家可能爱面对着什么款的挑战，也佮有爱安怎去应对。另外，也建议美国都爱针对人道体制的角度来鼓励东南亚国家，爱是以先来思考要安怎去应应这个冲突。继续来关心着间谍案，最近常常咧爆出来。总统赖清德伫咧3月就宣布要恢复军审，最高检甲国防部嘛有举办军法新册发表会。国防部长顾立雄就表示讲，这是国防甲司法要做伙来守护军纪、甲国安的起头，嘛强调军审要重新开机。因为检察总长邢泰昭就表示讲，这是为着未来修正军事审判法，要恢复军事审判，预先做准备工课。这几年强调案真济，总统赖清德3月中提出5大国安统战威胁，17项因应策略，佮宣布要恢复军审，互军法官转来到第一线。已经开始研究修法的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就话讲，要互军事审判重新开机。如何让司法深入理解部队的任务特性与纪律的要求，成为我们急需回应的课题。对军事审判来重新开机啊！国防部拟定5大修法方向，军事审判案件限制军人职务犯罪，像讲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章，制定军事法院组织法、军事检察署组织法，一些军事法院、军事检察署制定军法官人事条例等法规。军法官必须具备军事历练，确保军法审判符合公平审判原则，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法要求。而且军审适用对象是现役军人，共犯是退伍军人也是百姓，无伫这个范围内。尤其是外部势力对我国军队的渗透跟威胁，恢复强化军事审判制度，的确是当务之急。我想，我们军法官可以胜任各项的一个挑战，善用军司法机关建制的专责联系窗口，征询国防专业意见，以提供军事单位陈述意见的机会，来有效沟通。法务部答应会全力协助国防部，23日共同举行军法3册新册发表会。这个工具册是检察机关甲国防部做伙写的，借由具体个案加深检方甲军方伫军事案件、军纪议题的认知，为伫要恢复的军审制度做好交接的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国际消息来关心俄乌战争，罗西亚甲乌克兰伫咧23日分别放出390个战俘，这是顶礼拜伫咧土耳其的谈判唯一达成的协议。这也是俄乌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交换战俘。罗西亚表示讲，因已经准备要继续哪怕哪谈判，会提出一份长期和平协议。因为乌克兰是讲，因嘛已经准备好势要停火30日。放出战俘激动男做伙，等于乌克兰了后，佫受到亲人热情欢迎。罗西亚甲乌克兰23分别释放390个犯人，包含270个军人，甲120个百姓。佮表示按算至4至5个月放更较侪人。Кожен день треба вірити. Чим там найбільше сумували? Що згадували? Що згадував? У мене є про кого згадувати. Родина надавала сил. 这是两国战争3年外，顶礼拜伫土耳其第一摆直接谈判了后达成唯一协议。罗西亚国防部表示，得到释放5个人目前伫被罗西亚接受心理甲医疗协助。俄国目前占领乌克兰1/5的领土，讲伫个条件满足之前未停止进攻。佮表示已经准备好继续战斗的同时展开谈判，佮提出一份长期和平协议。И вот сейчас, как только завершится обмен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ми, мы к этому времени будем готовы передать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проект так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, который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сейчас завершает. 乌克兰表示已经准备好马上停火30日。总统泽伦斯基表示，目前上重要是换火已经在进行，不过这是土耳其会谈唯一的重要成果，因为罗西亚在阻止其他一切。Вже тиждень пішов на формулювання так званого меморандуму, який вони хочуть, щоб відповісти на потребу припинити вогонь. Це точно знущання з усього світу. 两国伫结束战斗的关键条件，依然有真大分歧。伫西方苹果支持之下，乌克兰提出暂时停火，作为和平解决第一步。不过，克里姆林宫拒绝暂时停止敌对行动，佮表示任何停火，拢爱有西方冻结对乌克兰武器供应，甲乌克兰爱结束军事动员。公视新闻陈伟仁评论。今年的世界上幸福国家排名，丹麦排伫咧第2名。不过，即阵丹麦国会却是以81票赞成、甲21票反对，受法通过，要伫咧2040年，甲公民退休的年龄由悬到70岁。目前，丹麦退休年龄是已经到67岁遮尔悬啊。这项消息传出来，就有民众起不满，因为丹麦经济正健全，不过因算是欧洲国家、欧盟国家内底退休年龄上悬的国家。虽然丹麦全年有一半时间拢伫落雨，气候湿冷，税金高悬，不过社会福利政策的完善，提升丹麦人普遍幸福的感受，因为安尼得到今年上幸福国家的第2名。不过，丹麦国会通过修法。到2040年，那是1970年12月31日以后出世的人，拢爱工作到70岁才会使退休。其实早伫2006年，丹麦政府就已经制定，甲退休的年纪甲平均寿命绑做伙，来决定个人退休的年纪，并且每5年增加1岁。也就是讲，即摆2025年，丹麦人的退休年纪是67岁，到2030年就会增加1岁到68岁，到2035年，丹麦人爱到69岁才会当领退休金。BBC 报道，有47岁厝顶装修工人不满的表示，因是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者，甲其他坐办公室的员工情况无同，变侪岁退休根本就无公平。过去几礼拜，为了阻止政府修法，首都哥本哈根已经发生真侪场由工会支持的抗议活动。民众的诉求是，丹麦经济健全，不过修法改做2040年70岁退休，这已经是全欧盟国家当中上悬的。而且，侪岁人到时阵会失去有尊严的老年生活，像讲伫瑞士，民众63岁就会当领退休金。伫意大利，即马虽然是67岁，不过预定2026年可能就会修改法律。2023年5一劳动节，法国各大工会发动全国示威，拢总有230万人上街头响应，引用正激烈的手法抗议总统马克宏政府，把退休的年纪为62岁调悬到64岁，
不过当时伫街头烧物件示威，并无影响法国政府的决心。马克宏到尾用宪法第49.3条写过国会表决，强行通过法案。马克宏当时除了互反对党发动无信任投票，支持率嘛大幅度降低。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。镜头看过来，咱台湾的流行音乐是对日本时代，也就是1930年代开始发展的。亲像《四季红》《月夜愁》《望春风》等等这寡经典的歌曲，都已经流传真百冬。为着要互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到台湾的流行音乐史，伫咧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有举办特展，有展示出珍贵的对1930年代留落来上百件音乐史的文物，带大家做回来看卖。歌唱科胡凯唱的这条《巴西吃地点》，歌词的创作者陈君玉是日本时代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文艺部长，是1930年代开创台湾流行音乐真重要的人物。但经过90年，《巴西吃地点》这个毋捌发表过的作品，经过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董事长黄文玲为书写曲，伫咧摩登时代特定开幕一天定格发表。我们台湾流行音乐其实发展到现在，其实日新月异，每天都有很多新的。对于流行音乐很多的热情的人想要进入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多少都要了解一下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来源。亲像《四季红》《月夜愁》《望春风》等等，拢是对日本时代唱高档的歌曲。这个摩登时代特点，除了通看到真侪百年历史的流行机曲盘，然后伫咧陈君玉和丁武宪的家族后辈学者等等的协助之下，嘛提供大量的创作手稿、相片和报纸杂志等等，拢总有超过100件文物。伊的一寡文献资料，嘛有伊的迄个剧本。对哦，伊还有剧本的，还没有呈现在世人的面前，所以讲希望营帮这个北流结束了，更有一个机会，我陈俊义再贡献更多的东西让大家知道。其中嘛有学者对日本民俗博物馆甲3条毋捌公开过歌曲转录登来台湾，包括第一位女高音林时浩，也有顺顺丁武宪唱的歌，特点嘛专讲再现日本时代通食咖啡、听音乐的食地点，互民众毋若通看展览来了解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，也通体验当时黑狗兄、黑鸟子的生活。记者卢尚珠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咱台湾正做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是已经满6冬，当年也是拢会有人发起彩虹游行，伫咧推广性平的观念。今年第8届台南彩虹游行是以8仙过海做主题，而且佮特别邀请到妈祖坐艺阁做伙来游街。阴暗7点半，青春咱的网节目，带大家做伙来看这场充满在地特色的彩虹游行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第8届台南彩虹游行。我们希望走上街头。火车顶悬的变装风袖，甲大家小借问，第8届的台南彩虹游行，沿路人是叉叉叉，甲台北高雄的彩虹游行无共款。台南的彩虹游行更较强调在地性，甚至甲民间信仰妈祖请出来做伙参与，结合这一届游行的主题8仙过海，打造出古都独有的特色。这届游行真特别，我们请到一尊妈祖，咱雕行宫为林庙的镇殿三马，要来坐咱的艺阁。我相信这应该拢是伫不管是全台各地，还是全世界，你拢足难得会当伫彩虹游行内底看到的风景。这一次算是一个新的尝试，就是用性别把这样子的路线串起来，然后看可以跟大家蹦出怎样不一样的火花。除了游行，团队带领民众加入去台南的巷仔底，透过性别镜头，认捌台南的庙宇，甲传统故事内底性别平权的意涵。我们想讲，有遮侪朋友拢来到台南嘛，所以就是办一个活动，互大家会讲演刷落来、留落来，继续来认捌咱台湾的各种甲性别相关的故事。婚姻平权立法已经6年啊。不过，在性别平权也要继续打拼，因为社会上存在有性别议题的争论。
全国各地酷儿族群，希望因的理念会当透过对话，互大家看到、受到讨论。上大希望就是希望这个社区的每一个人，拢会当活做家己介意的模样，去讲家己想要讲的话，唔免去惊吓讲别人会有无共款的眼光来看待伊。游行的队伍伫咧古都来来去去，就亲像彩虹挂伫咧台南的天顶。婚姻平权6周年，平等的路也会继续向前行。就为即马开始，一步一步行出改变的力量。记者郑雅顺、连新维台南报道。天气报道在，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。北部地区24度至27度，中部地区25度至30度，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，东部地区25度至32度。一个外岛地区24度至31度。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陈雅纯，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。